大家平安，欢迎收听8月初7的迦南之声，我是约伯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的应许应验了。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第5章1到8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殖，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章21到23节。我们都知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为的就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你知道圣经总共有几卷吗？新旧约加起来66卷，3927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是66卷，是由40余位的作者个别写成，合在一起却天衣无缝，浑然天成，互相补足，没有矛盾。因为背后只有一位导演，一位作者，就是圣灵上帝。透过圣灵的感动，使这些作者能够领受上帝的话，把它写下来。圣经的奇妙和权威，可以借着其1800多处的预言显明。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些预言 97% 已经应验了。那尚待应验的只剩下什么？末世的预言。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是否相信上帝在圣经中每一句的应许或者是预言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丰富的故事，其实展示了这位上主的信实，还有他的应许如何在人的当中得以应验成就。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RPG 的金句在马太福音第1章就说到成就或者是应验了先知所讲的预言。今天的经文就是其中之一经文描述了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过程，他在上帝的应许和领导之下，成功来统一了以色列。故事也展示了上主的信实，还有他的应许的实现，启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坚信来相信上主的应许必然临到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透过上帝的应许，他先呼召嘛，他先拣选所以上主来拣选跟呼召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就是大卫当时候以色列的各支派来到希伯伦，那上帝就选择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前我们知道透过撒母耳先知来膏抹他嘛，但是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呢，那这不仅是人民的选择，更是上主的选择。撒母耳在膏大卫的时候，上主已经预备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所以这位上帝的拣选并不是受人情环境的变动所影响，乃是出于上主的智慧跟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整个救赎计划在大卫的子孙后面要成就上帝对全人类的救恩计划。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拣选人，但是有他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要耐心等候上主的时机
大卫并非一下子就成为全以色列的王，所以在希伯伦担任犹大支派的王大概7年哦。在耐心等候的时刻大卫需要怎么样？学习坚定他的信心，相信上帝的时间一定会到，他的应许会成就，会应验哦。这也提醒我们在等候上帝可能给我们的一些的应许的过程当中，学习不焦虑、不焦躁，相信主的时间必定会来到，只是我们不晓得。在这个现代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常常追求及时的成果跟回报。然而，上帝有他的时机，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哦。然后假定弄破哇，他有他的计划跟安排，在等候成为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大卫表现出信心跟顺服的典范。他愿意等待上主的时机哦，并遵循这位上帝的带领，不用自己的手段，他可以的，他可以借助这些外力比如说亚尼尔还有这2个军长来成就他做王的欲望。但是我们看到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也学习怎么样信靠上帝的带领，还有顺服。所以我们也学习顺服耶稣的带领跟他的应许的成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也要好像学习大卫这样安静期待上主的时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重要一个学习我们看到他耐心等候神的成就，透过合一的力量来帮助他一统天下。大卫统一以色列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些人对他的统治持有怀疑的态度。然而我们看到什么？大卫能够统一以色列，是因为他是领袖的榜样，而他的能力使各个支派团结在他的盼望里面，在他的应许神对他的应许之下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所有的支派的支族这些的长老们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对他说什么？我们是你自己的骨肉同胞。他们承认上主对大卫的应许，大卫在上主的面前就跟他们立盟约他们就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大卫不但赢得人的信任跟支持，更得到神的同在跟认可。所以经文记载着大卫怎样日渐强盛，因为呢，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其中一个证据就是他刚强勇猛来攻进以色列人，自进入到迦南地400年以来一直没有办法夺取的耶路撒冷城那这个城内的耶布斯人满以为大卫与之前的以色列人是一样软弱，绝不能够攻陷这地势的险要、易守难攻的城，以及他的宝藏锡安山锡安城因此呢，他们向大卫夸口：哎呀，即使连是瞎子或瘸腿的也能够守住这个城然后我们看到耶布斯人这一次面对是有上主同在的大卫他依靠上主的时候蛮有智慧，既然想就从城的水沟管道上去就这样攻破了这坚固的保障。最后我们看到，不但国内的敌人要向大卫俯首称臣，就连邻国的太王也与他和好，助他得着这个物料，建造宫殿的物料所以我们由此可见人若得到上主的同在，必凡事顺利。我们也看到合一的力量帮助大卫克服了400年以来没有办法攻取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实现了神圣的使命，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上主的应许。都提醒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上主的应许是确定的，且必定在适当的时机就会应验。我们终于看到大卫王登基了我们需要学习大卫的心态态度，确定神的拣选跟呼召，也耐心等候神的时机。
并且合一是一个展现神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或者是力量。所以当我们与上主同工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必然应验，我们的计划将因着上主的信实和应许来得到赐福跟荣耀。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时时刻刻牢记，上主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因此在心中我们一定要坚守并顺服上主的带领，不要操之过急，让上主的计划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得以成就应验。我们来默想，天使向大卫的子孙约瑟说，玛利亚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的应许真的应验了吗？耶稣真的救赎我们吗？你相信耶稣是要来拯救你脱离罪恶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赏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应许。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得着永恒的救恩。我们深感受到你的奇妙计划，还有你对我们的慈爱信实，如同你应许的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也应许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再成就你的应许，我们赞美荣耀归给你。也在我们的困境当中，还没有等到这些应许应验的时候，你给予我们力量和忍耐的勇气，耐心等候。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也给予我们智慧跟引导。在孤独和绝望的时刻，你也安慰跟赐平安充满在我们心里面。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呼召、拣选跟使命。你已经应许在我们生活当中成就美好的目标跟救赎的计划，如同你差派大卫来治理以色列，你也差派我们来成就你在这个世代的心意。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的应许，让我们时时刻刻体验到你的慈爱跟能力的同在，也见证你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逐一实现。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领受上帝应许，这一些应许都要应验哦。我们明天再见。